彩虹邨屬於香港最早期嘅公共屋邨，喺1963年12月18日開始入伙。隨住歲月嘅摧殘，彩虹邨變得殘舊，政府都因為咁一直計劃重建。政府上年10月公布彩虹邨重建計劃，重建計劃歷時60年。政府只分3期重建，每一個重建期大約7年。好多彩虹邨嘅居民都係長者，長者會被重建深深影響，梗係會嘈啦，又空又嘈，多塵啊！我哋第2期啊，第1期咪嘈咯，佢起好第1期，今日我哋搬去第1期嘅地方咯，我哋第2期拆，跟住住新屋噶咯，死啦，唔捨得咯，都係始終都係唔捨得。起碼要等20年，但係有冇機會等我唔敢講。今日唔知聽日事，只要捱得1分鐘得1分鐘。88歲黎爺爺喺彩虹邨住咗10年，佢不時會去到區內嘅公園同唔同嘅老友記傾偈，平時嘅隔離左右都會幫手買餸。佢形容呢度嘅鄰里關係係非常可貴，因為有機會能夠等得到搬遷，亦都搬遷翻呢條村，因為有個感情喺度，大家街坊又好。雖然冇錯，閂門閉戶係好少撞到咁樣，但係始終有一個感情喺度。喺重建過程中，彩虹邨嘅居民會被暫時移至於新利東邨，但由於新利東邨位於山坡，對長者嚟講可能令佢哋日常生活十分辛苦。舊嘅公共屋邨冇商場，所以彩虹邨所有嘅鋪頭都係地下。金碧茶樓酒家喺彩虹邨啱好屹立咗60年，大半世紀嘅歷史都只能屈服於重建。漫畫世界係一間帶住懷舊感覺嘅漫畫鋪，係少數喺香港仲可以租實體漫畫嘅漫畫店。有近40年歷史嘅我近快餐店都會見，店主曾經表示希望藉呢一個機會退休。呢啲店鋪都唔係連鎖店，好多店鋪淨係得呢一個鋪位。隨住重建，呢啲具有好耐歷史嘅店鋪都只能面臨結業。除咗對居民嘅影響，彩虹邨嘅重建或許會影響旅遊業。彩虹邨係香港具有十分象徵性嘅建築，好多中意道地旅遊嘅旅客都會嚟彩虹邨影相。可能到時拆落嚟嘅唔只係彩虹邨，而係包括埋香港嘅特色。